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冲上韩国影视亚军，不过却跟大陆片《龙虾刑警》剧情都是卧底警察开餐厅，一个卖炸鸡，一个卖龙虾，剧情几乎如出一辙。原来两片是同一个剧本，是2015年中韩故事共同开发项目获奖的剧本。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，你们别忘了任务，我们是来卖炸鸡的吗？肯基鸡炸鸡店您好，请问要点什么？5位警探组成的缉毒小组，为了抓毒贩，选在毒贩窝藏地点对面开启炸鸡店，没想到生意超好。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，老板毒贩会来买炸鸡吗？他们都叫外送，那我帮你卖炸鸡吧。从今天开始没有下班，也太好吃了吧！警察卧底卖炸鸡，意外展开事业第二春。有趣的是，最近也有类似电影要上映，是大陆电影《龙虾刑警》，同样是警察抓贼开餐厅，只是不卖炸鸡，改卖小龙虾。大陆电影《龙虾刑警》，你要真是警察，我就不信跑我对面开龙虾店。两部电影剧情相似度好高，一查才发现原来是同个剧本，都是2015年中韩故事共同开发项目，1元多用文化征集展获奖的剧本，剧情桥段设定几乎一样。大陆电影《龙虾刑警》好玩吗？韩国电影《机不可失》谁啊？韩版缉毒组组长是柳成龙，女主角李和妮；陆版组长是健忘村的王千源，女主角则是袁姗姗。顶泡面头，化雀斑妆。还有韩版发明炸鸡酱汁，使生意爆红的是韩星陈善奎，陆版则是刘桦，一手好厨艺让小龙虾店起死回生。大陆电影《龙虾刑警》，大老爷我是厨子，做点尝尝吧。两部电影剧情相似度高，只是符合不同国情卖的食物不同。而韩国的《机不可失》观影人次以打败失速列车和与神同行、乳蛇警探意外创下高票房。